想唔想體驗一下古法葡萄酒係點做？9月限定，加料唔加價。呢條格魯吉亞7天精華線路，千祈唔好錯過。格魯吉亞擁有8000年嘅釀酒歷史，係世界公認嘅葡萄酒發源地。嚟到呢度，梗係要體驗最地道嘅釀酒文化。我哋先去西格納吉愛情小鎮，再帶你去親手摘葡萄，體驗格魯吉亞1000年古法葡萄酒製作，品嘗醇厚酒香，全程沉浸式打卡，帶你一次過遊覽格魯吉亞所有精華。我哋走訪生命之柱大教堂，仲有孤獨星球推介嘅阿納魯里城堡，登上卡茲別克聖三一教堂，飽覽整片全景，途經軍事大道，打卡格河友誼紀念碑，漫遊第比利斯老城，睇埋木偶鐘樓、格魯吉亞母親雕像同巨石陣，喺第比利斯聖三一教堂感受莊嚴宏偉，每一站都充滿驚喜。當地特色美食更加唔可以錯過，合桃燉雞、當地特色披薩，配上芝士同純美紅酒，每一啖都係正宗高加索風味。全程入住當地4星酒店，舒適自在，絕美風光，地道美食，舒適住宿。呢一趟格魯吉亞旅程保證不枉此行。有興趣嘅老友快啲聯繫我哋啦！